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第14轮的疫苗，提供已经注第一剂 AZ 者，第二剂会当套蓝来注 BNT 或者是莫德纳。总是登记着意愿有28万人来登记，早起10点到拄只4点，预约着注射的时间。本地是明仔载到后日2天来注射，即摆讲要延到后礼拜3、24号拢通来注。这个台病院嘛来公开着套蓝注射实验的数据，讲总共有400个民众参加试验，分做4组，结果来证实套蓝无共白组来注射，这个抗体浓度也就是保护力赢2剂 AZ 是赢过，也毋过这个副作用嘛相对较悬。所以，若要套蓝注射的民众，爱评估家己是毋是会堪咧副作用所引发的无爽快。21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下午。今后排注甲注射的地点，早起10点系统开放，和第一节甲第二节注无共款的人去注文。第14轮注文的时间到下晡的4点为止。最近好像 BNT 比较多嘛，量比较多，莫德纳比较少。我想这个几率比较高一点。无论是对这种 mRNA 疫苗，蓝咧做的效果绝对比2剂 AZ 要搁较好。台大嘛公布国内新冠疫苗这个最新的研究，总共收完400人，年岁伫25到65岁，分做4组，每组100个人，分别是2剂 AZ。让8礼拜 ，AZ 加莫德纳让8礼拜 ，AZ 加莫德纳让4礼拜，2剂莫德纳让4礼拜，发现抗体浓度 AZ 加莫德纳甲2剂莫德纳效果差不多，拢是比2剂 AZ 较好。有透到8礼拜比4礼拜较好。有混打的一个疫苗，AZ 莫德纳跟我们的莫德纳的效价是差不多那就是高于 AZ 跟 AZ， 它在第28天。似乎在针对于 Delta 的综合抗体的效价要来得高。是讲效果好，当然嘛有副作用。一般来讲，有发烧、头壳会痛、筋脉酸痛、亚线等等。而且 AZ 套莫德纳的副作用比2剂 AZ 更较强。以目前台湾混合组的疫苗来看，第二剂混合组疫苗到底是要选莫德纳还是 BNT？BNT 的副作用稍微低一点，那莫德纳的副作用稍微高一点点。那莫德纳的效价根据国外的报告稍微高一点点 ，BNT 的效价稍微低一点点。所以讲，无论是经倒一种的，只要是 mRNA 安尼就好。是讲医生嘛提醒讲，注头一剂疫苗，无论是倒一种的牌子，若是出现严重副作用，第二剂就应该经无共款的疫苗来注，安尼较安全。